九廣鐵路拉近咗香港同內地嘅距離，司機每日喺貨車上面工作都有唔少苦與樂。黃家俊就同一位服務過九鐵30幾年嘅員工傾過。歐忠喺九鐵最初做維修員㗎，咁後嚟公司急請司機，先至調職開柴油火車。咁咪派我跟住車行幾轉咯，行幾轉咁就行2日3日，咁就你坐位你坐㗎啦。咁佢話火車埋站停得好，靠工多藝熟，咁突發事故先至係最考功夫。西林子啊，喺呢個假期啊，直情喺條路軌上面賣嘢啊！我哋行啲車掹到啤腎爛啊，佢都唔願走開啊，用掃把打都試過㗎啦。咁住用電氣化火車嘅時候，好多嘢都要重新適應，接受外籍導師嘅訓練。嗰啲英文嚟識啊，26個字母咯，搭埋就唔識㗎啦嘛。咁佢都仲有啲中文譯本嗰啲碌屎俾我哋㗎，靠記靠讀咯。經歷九鐵由政府部門轉為公營機構，身份唔再係公務員，有返工就冇放工㗎啦，硬都有100幾廿個鐘 OT 㗎啦。6、7年暴動嘅時候緊守崗位，獲布政司發信嘉許。幾十年前嘅車廂啦，同而家好大分別㗎。咁但唯一冇變嘅啦，就係火車依然就係市民重要交通工具之一。無線電視記者黃家俊報道。